後來鏡頭轉轉來台灣，來看台北雙連捷運站的附近有一間賣蚶仔的老店，6月底停業關門。當時頭家佇面冊滾酸笑，講國巨這支股票創新高，伊已經財富自由，頭家無想要努力了。當時是引發着熱烈的討論，也毋過國巨的股票為7月初的1200塊，一路落到打剩502塊，是落一半較低。即擺話網友滾酸笑，講請問頭家是毋是要重新營業？營養煮好，較要去換內體，加湯頭配青菜，佇咧台北雙連捷運站附近做60年的老字號營養店，頂個月月體聽講無自拍。業者6月30日佇咧面冊鋪文，寫恭喜頭家發大財，國巨股票創新高，頭家財富自由化。毋過國巨股價為7月初差不多12個點，總開始起起落落，7月底力真大。20倍、29佫較小林線長的交易日落停盤，無到1月初今要幾個對半後，互頭家可能面啊青順順，規工驚心兼鬱出。來到營養店鐵門拖落來，附近的店家講營養店已經休差不多1個月，結果即馬國巨股價放甲土，真濟網友按打講頭家愛上班啊，國巨飛山頂行轉來，頭家嘛愛好轉來遐，請問頭家敢有佇咧做？我是想說來菜市場走一走，順便到老人家來吃啊，沒開就算了啊，經過還不錯吃啊，但是現在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關了，我剛剛還一直找，奇怪。頭家就佇咧面冊鋪文解說講是因為環工派出才決定買做，互真濟老顧客感覺真可笑。國巨股價大起大落，心情就親像佇咧坐飛天車，這一碗芳一家子的好滋味，暫時老店佇咧老顧客的心歡喜。